欢迎大家平安，来参加平安，世界第151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哈。今仔日咱有2位讲者哈，因2位拢是台湾教师协会的会员哈。第一位是陈国苗博士哈，伊是即马大教会现任的副会长哈。第二位伊嘛是教授哈，嘛是大教会会员，是陈庆军教授哈。大家好，我感觉因真甘心啦哈，因为拢是我 Facebook 熟悉的朋友哈，所以我感觉捌因安尼补破啦哈，安尼无偌熟悉哈。毋过伫咧筹备即场演讲的中间，我发觉因2个拢足认真的吼。因为最近即个咱要入来 Webex 吼，会人要入来一寡问题啦吼，因可能咧 update AI 的关系，所以一寡操作方式拢有小可改吼。下面每一个人改这拢总要到3点钟以上啦吼，每一个人他都点外钟，拢无放弃吼。安尼我先甲时间交互即个国苗教授啦吼，伊会讲差不多30分吼，了后建军教授会继续讲30分吼，然后咱就有即个 Q&A 的时间吼。你若有想到啥物款免说你就先甲你要问的问题，你会当先写当插入安尼吼。好，安尼无我就甲时间交互国苗。好，大家好，咱台湾海内外的乡亲、士大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陈月苗吼。我今日要讲的题目叫做《诺亚方舟的故事》。题目正确的题目就是即个福摩沙台湾的身世、命运甲出路，吼是安怎咱要用福摩沙台湾？我等下解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吼，因为我想大家拢无啥熟悉，事实上真有即个缘分去熟悉即个咱龙公兄嘛毋捌正式见面啦，但是即个张福珠医师有甲我特别敲过电话，讲我爱来熟悉即个陈龙公先生。但是顶一摆即个陈先生转来台湾无见着面，毋过阮伫网络就有接触。因为我伫大教会主持即个即个司并社教授的即个新册发表会，结果咱的梁公兄就讲要请我邀请即个施教授来演讲。施教授因为我80岁啊。伊感觉电脑伊真无好势啦，伊就讲安尼，伊是专心要画图的人吼，伊逐日伫咧陪即个咱台湾的时事，所以尾梁公兄就讲无叫我来做即场演讲，所以我今日就伫遮，迄阵前6月约，即马10月12吼，我真欢喜，真多谢即个咱这论坛甲我邀请吼，我先简单小解我家己一下吼。我第一要讲，我着可能我有即个人生有3个100岁以上的人生导师啦，吼，这是我的幸运啦，吼。我要讲第一个就是我的阿爸，我阿爸今年103岁，吼，伊是大正11年1922年出世的，伊即马还阁在世，吼，头壳嘛还阁算清楚，安尼住伫阮南部，我是婚姻人，吼。我伫阿爸身躯边，因为我15岁就出国读册，到35岁我读着博士转来到台湾，我就想讲我无爱离开爸母足远的，所以我就选择伫嘉义即个中正大学教册。我的老家伫云林，所以我逐礼拜会当转去看爸母，吼，就足欢喜，甲爸母斗阵安尼30几冬，逐礼拜甲因相见，所以我伫阿爸身躯边，学着足侪代志的。你都常在甲伊请教吼，尾也阁甲伊学一寡日语安尼吼，这是我的阿爸，伊还搁伫在世间吼，算大前的学里桑。第二个大前学里桑就是苏明先生，
苏明先生是9年出世的，伊是大正8年出世的，我伫1992年为美国读博士转来，我就1993年2月就去中正大学教册。迄个1993年的10月，苏明先生拄乌名单开放转来到台湾，伊就伫中正大学做一个演讲，我就坐伫遐听伊演讲，伊就甲大家讲，咱台湾人就是要建立家己的国家，叫做台湾共和国。我伫遐听甲足欢喜的，我心内安尼心花怒放啦。等于讲苏明先生若像甲我灌顶共款，我规个人清醒起来，我是台湾人，我人生的任务就是要行台湾路，要建国，但是我从迄个互苏明的即个演讲启发了，我就真正是用行动做即件代志。所以我伫学校30年，中正大学外文系教册。事实上，我甲所有台湾的历史甲遮个咱过去的遮个事件，所有拢甲结合伫我的课程内底。每年到228的时阵，我就互学生去做研究，用英语来报告。所以若写作文是要用英语来演讲啦，拢是甲台湾相关，甚至甲即个英语语言史的时阵，我嘛互咱的学生去研究咱台湾的语言，咱台湾的情况。我感觉咱人生所有学习，除了伫即个课程中去学习，咱一定爱甲遐知识 knowing 爱甲应用到咱的本身个人的即个生活，就是爱去甲伊应用。反思转来，所以我拢互学生去学一寡物件，因 knowing，咱就爱去 doing， 因咧 conceptualize， 就爱去 contextualize， 安尼因才会生出迄个智慧。所以我是1993年差不多10月听即个苏明先生演讲，我就完全彻底觉醒，我是台湾人，咱的目标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自迄阵就行动到即马，佮第三个100岁以上，苏明先生活到103岁，伊2019年过往，第三个是即个钟奕麟先生，伊是旧年往生。钟奕麟是即个228时代27部队的队长，因即时代的人拢无共款，拢是能文能武啦，因拢是生甲足飘撇、足缘投，佮能文能武安尼，文武兼备，即个大前学里送。我个人真幸运，甲即3个学里送拢真亲近，即个虽然苏明先生，我迄阵受到伊启发，我无随去找伊，但是到2010外年遐，我一直甲伊邀请，一直甲伊邀请去中正啦、嘉义啦、云林啦，拢做迄系列演讲。迄阵才较熟悉。伊毋知影我有创一个即个土地里家一个咧做即个咧拼安尼啦即个钟奕麟先生，伊是迄阵住伫中华宝岛，伊嘛常在90外岁拢驶车来到阮兜找阮阿爸，讲老东西，伊要看因这共时代的人。所以我是真幸运会当去甲即3个大前学里送亲近，搁去甲因算足亲近。足熟悉安尼，学习因的人生的精神，甲因的做人，因的为人处事，所以这是我个人幸运的所在。嘛自迄阵开始，我就行即条建国路安尼，即马你有看到我是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我有做过3档的牧药，搁去延平中学教册4档，我才出国读册。因为我是庄脚人，所以我无讲一开始厝里有足侪钱，互我去读册。当然阿爸伊讲要互我去读册，我歹势，所以我就家趁钱好，才29岁才去出国读册。我伫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读迄英语的硕士，搁尾搁读英语教育的博士。中间我搁有转来逢甲教1档的册，伫中正大学拢总服务30档。我到2022年才退休，所以即马退休2档。
其中有2届，1998年到2000年，我做第1届系主任。到2008年到2011年，我阁做第2届系主任。我是安会做2届的系主任，就是讲，迄嘛毋是我主动要去申请。这环境变甲足歹的时阵，我第1届我就互选着讲出来，甲迄环境整理理咧，因为迄阵我迄个系偌好，2档拢无系主任，吼。我等于出来甲伊整理，破旧又立新，做足侪代志。当然承受足侪的即个压力。尾迄阵无升正教授，要升副教授，结果就互人千刀万里追。我离遐甲迄国民党迄旁的人吼，因为中正大学是足深难，拢是正面对决的啦吼。过来，所以第2届阁需要，有人就阁甲我讲，你爱阁出来，所以我2008年阁出来干拼1届。迄阵我是正教授所以我就阁做较侪代志。我所以甲苏明先生钟玉玲先生，规拢甲邀请来演讲，一寡咱独派的人差不多拢甲邀请过，安尼简单，这是我个人的即个理念啦所以我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建国，一心一意就是想要建国，毋是中华民国毋是因即摆咧讲的中华民国台湾无国家，互我内心足痛苦的，所以我就会一直拼安尼因为做幸运，即3个大前学历上，因的道德，互我会当足紧一下就啪超越迄国民党的黑暗的洗脑，安尼因为我看到的即个模范、role model， 拢是大前时代的人，因拢足敖的，能文能武，拢足漂泊的，好，简单介绍到遮。我只要讲，我演讲今仔日的内容，就是有分3部分。咱福摩萨台湾的身世、精世，咱的命运过去400章是安怎行过来？咱的出路里对。我特别要讲，啥呢？我要用福摩萨台湾，因为福摩萨是咱台湾的旧名，当然嘛是人殖民者互咱的名，咱拢知影。迄葡萄牙的尊员讲，为咱遮驶过，讲看到这么水的岛，讲伊啊福摩萨，所以伫即个1950年以前，2战以前，全世界咱叫咱福摩萨，福摩萨伊所指的就是规个台湾甲即个平湖群岛，是安怎尾咱变做台湾？台湾即个字嘛是殖民者互咱的，是清帝国。甲咱殖民，清帝国殖民的土地，敢若西番少1/3尔。这就是一个迄个原住民的名，叫做台湾湾。遐迄个安平遐一个所在叫做台湾湾。但是伊这台湾是清帝国互咱的名，就是指伊统治迄地。尾迄地愈扩愈宽，差不多西番1/3尔。所以台湾袂当代表整个福摩萨。但是蒋介石臭头来到台湾，伊就一心想要占规个台湾，所以伊无咱知影福摩萨这个名，因为所有国际的文书咧指咱这块土地，拢讲咱是福摩萨，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咱一定要恢复这个名，才会当去 claim 咱的权益。是安那无爱干那用台湾，因为全世界拢知影咱是台湾，因为这个台湾第一表示伊是一个殖民者的名，伊甲咱统治用这个名，就是被同化迄地遐人的所在的名，伊干那1/3尔。但是蒋介石因为做野心，伊要互咱规地拢要甲占去。所以伊要叫规个拢台湾，所以到尾拢上心计较，甲遐所有的福摩萨拢甲砍起来，包括迄本被出卖的福摩萨，伊嘛要求咱讲，但会当讲被出卖的台湾，迄拢有用心过，是安那，咱若干那用台湾，因为即块台湾这2字已经即马互中华民国用到要烂去啊，全世界拢改画等号，所以。有即种的原因，
我感觉咱台湾未来应该用Formosa台湾，啊念做伙。第一，咱要 claim 咱的权益；第二，咱毋是要甲迄个中华民国要甲伊切开切割，要做清楚安尼。所以这是就是即个名啊，咱爱用做伙。吼，啊，我简单讲到遮。过来就是讲，咱台湾即块土地的精髓。伊事实上是人类文明的母国。The civilized motherland of the human is Taiwan。但是咱台湾人拢毋知影，因为咱400年来拢互人殖民，咱无可能知影家己真正的历史。因逐个拢野心，拢甲咱破坏咱的即块乐园 paradise。吼，这事实上，伫世界的文献拢有记录。你公元前360年前，这个柏拉图的对话录内底有提到这 Atlantis，19世纪这德国的考古学家斯里曼伊嘛推测讲，这个母大陆甲亚特兰蒂斯就是同一个大陆，同一个太阳帝国。1926年，这个 James Churchward， 这是一个带伫印度的这个英国的军官。伊去研究，去印度的史料，发现足侪古文明的即个符号记号，伊去发现即母大陆的即个消息，所以伊写一本册叫做《The Lost Continent of Moon》。所以咱经过即太平洋区域，包括澎湖、台湾、琉球、日本，规片较早拢连起来叫做母大陆。即母大陆上西一直到即个。这个 East Island 复活岛，上北到夏威夷群岛 Hawaii， 上南到迄大溪地遐，过来上东一直透到迄个马达加斯加，这整个这母大陆是咱南岛世界，伊即个源头 homeland 就是咱台湾，是安那变做剩一块台湾遮细？因为有经过这个 tsunami 大海啸，大海啸12000年前，遐母大陆是一个古太阳帝国。太阳帝国，咱一世纪到即马台湾，离这个排湾族北大武山，阁有迄太阳的记号，你看迄日本，伊迄嘛是为咱遮出去的，伊就是有迄太阳旗，足侪。古文明拢有即个太阳帝国的符号，包括迄印加帝国，迄拢是为遮拖出去的。古文明的失落，就是因为这大 Grand Tsunami 发生伫咱即个雪山山脉的北段，迄将山崩落去。即马海底2004年遐有人迄海探船去甲迄海沙岩层甲摕出来，甲测，伊有12000吨以上。所以伊个南洋平原变做一个弧线。咱咧开迄个雪山隧道的时阵，嘛发现咱有万年古水，1万年以上的迄伫山脉内底的古水，所以就是迄整个古文明遐的即个 capital 首都，就要放落去，放位海底去，海底去，就是。咱即马所在与那国岛海底有迄即个水灵王的皇宫，海底的文明，我等下会互恁看，即马即互恁看，这就是母大陆，即地就是母大陆，东西有8000公里，南北有5000公里，整个伫南太平洋，尾可能大海啸。几啊万年之前大海啸，伊这是古太阳帝国的基地，为遮才传出去，传到全世界去殖民，所以其他遐什么印加帝国啦，啥物迄，拢是为遮传出去。但是呢，伊迄海陵宫迄皇宫，就是伫海底，伫与那国岛甲石垣岛的海底遐，等下会互恁看迄图片，这就是母大陆，伊的胰岛，就是咱即个。Formosa 台湾，所以这个古太阳帝国迄个首都应该伫这个首尔湾附近。
海底的古代的文明有咱台湾有迄个遗迹，是平湖有几啊万栋的虎井、金城，是十字城，伊上古老是咱世界地球人类的上古老的一个古文明的遗迹，有12000栋，甲3万世纪前的3万栋遐，遐拢有咧地下油，咱全台湾的证明的证据里底，全台湾古文明的遗留有100外座的人工地洞，人工的 underground cave， 迄是咱的先人为着要经过即个上悬的即个世纪，就尾就挖即人工地洞，全台湾拢总有100外下，而即个北台湾较济，台湾较济，南台湾逐个县市拢有，拢总有74所在，100外的地洞，包括咱即个七星山嘛，阁有迄金字塔，所以我即马互各位即个台湾即个证据。古石器遗址的证据，这拢几啊万栋，咱北台湾这个平溪有6万栋以上，这个苗栗遐这个网型文化有47000栋，这平湖才有4万栋，这左镇人有3万栋，咱嘛知影平湖遐挖出咧平湖猿人有45万栋的人骨，搁这大公山人5万栋，这中滨文化有5万栋，伫迄咱的北南遗址遐搁有迄巨石文明，咱台湾足侪大石的，尤其是迄太鲁阁，迄个花莲，搁台东，拢有这大石的巨石文，有石棺，迄拢是一寡古文明的证据，即马互恁看即块，这就是即个。台北七星山的金字塔，伊安尼因为经过9万栋以上，所以伊无像迄埃及的金字塔遐尼清楚安尼，嘛无像迄印加迄个金字塔遐尼文明，伊这是已经拢互草仔甲你搬过。即个石柱，这是花莲瑞穗的5号一个喇叭石柱，这有100几公尺安尼这里讲毋对，就悬咧就对啦这拢搁踩伫遐咧所以咱花莲迄个玉石文化嘛足出名诶，迄是古文明、古时代的即个玉石的交易中心，家人即个名就是营运中心，所以有家人即个名，包括马来西亚库拉朗普。迄嘛是一个即个家人的即个意思，就是讲，伊是一个港埔，是一个交易中心安尼即摆互你看，就是这地洞，全台湾地洞，每一个县市拢有。家人为家人台北县、台北市、桃园，一直到咱的南部的平湖县拢有你看即块。这红红的点拢是咱的地洞，这种古文明的遗迹，过来，这嘛是，这是一个地洞，就是咱佛摩萨这先人因要经过迄个足悬的这个世纪的时阵，因拢住伫地洞，这个是平湖的湖口城，海底的文明。嘛有当叫做十字城，这是平湖海底。咱现在人类发现上古老的海底文明，就伫平湖。这是伊那国岛海底遗迹。伊那就是伊那就是咱的南岛语，就是妈妈。咱的南岛这个原住民因咧叫妈妈。拢叫伊娜，咱北部族较早咧叫妈妈拢伊啊，共款，这伊娜，过来互恁看，这是应该是海底的神殿，伊那国岛海底的神殿，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
这已经互日本人已经有调查过啊。啊，这个是咱南岛语世界的这个范围，整个有1000几种的语言，啊，伊的源头伫咱台湾，啊，咱台湾本身的这个南岛语，应该是太阳帝国遗传落来这个古老古文明语言，啊，咱台湾本身就有30几种，吼。可惜咱的北部语无去，因为咱互清帝国统治212冬，上久伊甲咱语言洗无去，洗做河洛语甲客家语，互咱家己亲兄弟相拍。吼，台湾事实上就蓬莱仙岛，吼啊，地球我家己有一天觉醒，甲我讲地球诶实体诺亚方舟就是咱台湾啦，台湾若失落啊，完全全世界袂叮当。吼，咱敢若迄全球诶生物多样性上丰富，占世界地球诶1/10，但是咱诶人口才4/1000，咱诶地球即个范围，咱诶土地才3/1000，但是咱诶经济力100名20名以内10外名，已经无国家佫遮厉害，哪有国家是毋是较厉害？所以我拢一直咧想讲，咱若有国家，咱绝对5名内管。吼，实在是足厉害！咱遮是黄金高国，较早因西方写金银岛，事实上应该就是遮，因为咱的金瓜石遐较早拢是冶矿中心，古文明的即个营运即个业遗址，拢伫遐冶炼工厂里啊，伫三雕湾工业渔区，啊，搁有咱即个就是即个。木瓜溪，花莲的木瓜溪口，较早迄一寡西方人，拢西方人诶，即个淘金客捌来遐淘金过，吼。啊，所以事实上，咱台湾人90%以上拢是在地诶原住民，吼。但是因为咱400多人，400多人来拢互人统治，所以伊拢甲咱诶即个语言洗掉去，甲咱诶历史甲伊。有被写去，所以咱即马爱来恢复，吼。啊，你看400多人，咱着即马要讲到咱的命运啊，吼。自即个荷兰人开始来甲咱殖民到即马，吼，为1624年，啊，所以咱台湾人即马咧纪念400冬，实在迄是殖民史的400冬，吼，毋是真正台湾历史的400冬。咱台湾历史5万冬以上啊。至少12000冬的太阳帝国，吼，但是咱拢毋知影，因为咱拢互人殖民，吼，为荷兰，过来地神宫，过来清国统治上久，所以咱的人规个拢袂晓讲家己的北部语啊，吼，伊着拢总有212冬，吼，但是咱一直拢有迄种抗争的精神，所以清国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啊啦有3个革命，朱一贵革命、林爽文革命，啊搁戴条春革命，荷兰时代就国华语革命，啊这叫做台湾的4大革命。我感觉咱的228嘛是革命，2一开始起义，结果伊228甲咱压落，吼，甲咱所以咱台湾人正讲咱本土的即个观点，应该讲227。啊，所以是安那众议联合里上，伊讲伊要做27部队，27是起义，228是互人压制。因用因统治者的观点，要甲咱讲咱是228，啊，咱事实上就是227，吼。当然一直从228，一直轮回，甲蒋介石即个228上恐怖，甲咱台差不多1/4的人口去啊，所以咱所毋知影，大家拢讲偌济人拄偌济人，其实拢总听讲是50万户以上。这是蒋经国讲有一届伫省政府，人甲伊一询，伊提出来讲的，讲有50万户消失去，吼。佮长期38冬的白色恐怖，吼，咱拢一直互人不断228轮回，荷兰228，地震讲228，清国228，吼。啊，日本228，日本嘛拍足久诶，拍4、5冬才安定落来，吼。啊，过来林家228，小228，过来这陈文成1981年，吼，过来郑南榕，吼，歹势，才有一个5，毋对，迄是林家228，吼。
即摆互你看，即张是网络上咱看到，咱甲石番变做汉人的证据，为1683年到1783年100天内底，遮个清朝官向康熙、向乾隆报告，讲伊甲咱的土著、咱的 Native Formosan 已经甲伊同化，变做为虾，变做庄啊！这就是迄阵的记录，甲迄个数字，甲伊的证据，咱即马知影，事实上，咱毋是长山过台湾，这就是当初的古名，台湾的古名，咱拢看到这原住民语的即个古名，到柑仔兰啊、花兰啊，即个阿狗，读狗，即个高雄，即个猪肉，这拢是。即马有这证据，这是有数字。日本人伊迄阵有留台湾日记新报有报道，讲迄阵大正元年，就是1911年，调查台湾人口的调查，找返有122000人。支那人17000人，内地人日本人13万人，石番就是咱平地住伫西华平地有321万人，所以根本都无影有汉人来台湾，长山人干那17000人尔，长山过台湾是大内宣、大外宣咧，甲咱洗脑用的尤其是蒋介石，所以一直到日本时代，咱平地的即个石番，咱即个所谓河洛人甲客家人，拢是强势的民族啦，占几趴？占95.8%。石番甲青番加起来，这拢是原住民，有95.8%，今日96%拢是原住民。什么叫做长山过台湾？迄拢造假的。你看1912年。长山人才17000人尔，连0.5%都无够，所以无汉人到台，嘛无影有汉人即个名称，长山人连1%都无，长山过台湾是骗人的，是假历史。即摆写即个假历史，要甲伊突破的即个上出力的咱即个老师叫做普农老师，伊是一个医生，我希望后摆。有机会来遮向大家报告，已经写12本册，为着甲这400档的这假历史突破，这就安尼，佮讲一遍，96%拢是咱原住民，无影骗你少的5%的原住民，真正有足侪外来人，就是1949年的支那难民，但是因嘛足少数，可能几十万尔，爱甲咱封写报影讲互做因。我捌看过一个数据，因是90多万人，因个数据伊讲互做200万，无影。所以台湾毋是移民社会，咱一直拢是本土在地，互人汉化的社会，90%以上够大拢是本土原住民的社会。但是外来统治者伊要甲咱分化，互咱亲兄弟家己相杀，家相拍，则佫有一个证据，就是伊甲咱1946年正月12，伊就甲咱规个，伊就人事野心，咱台湾毋知讲要安怎咧，伊就已经有站台计划，就甲咱1946年正月12，就甲一个训令，行政院的训令，就甲咱规个台湾人的国籍改变，这违反国际法，违反即个日内瓦公约，占领者袂使去动即个原地住伫遐的人，这拢违反国际的即个国际法。即张会当看出，因支那人1949年来台湾，所有人拢是难民，包括臭头仔蒋介石，伊嘛是难民，伊是流寇，这证据拢伫遮，咱。1996年讲开放选举，总统直选，民主化国家，我要问大家，咱头壳顶顶一顶ROC的无啊？咱敢真正有民主自由？咱事实上
搁咧有 ROC 甲咱实名。中华无啊伫伫咱头壳顶，你搁偌安怎选总统，拢是伫伊中华即个实名框架内底。因的实名的利益天大，咱做伊互伊实名的只，咱所有的里头啥物拢无，到一直到1990年，连个国家的即个科技90几%拢是因中国人，咱敢真正有家己的国家，咱要控制到点时？这是我要问的，因为青鸟活动，你5月底遐开始启动的时候，我有去甲因看，行过来看到即个济南教会伫遐开始咧长城滚，房咧煮饭咧煮糜，我心内就想讲，咱搁咧埋锅造饭啊，搁咧惊咱祖先3年一小碗，5年一大汉的路，咱是要控制到点时咧？咱无爱悲情啊！咱台湾人做牛的，是安尼甲当搁爱埋锅造饭呢？我就足痛苦的，无国家真正足痛苦的。所以这我昨遮伫网络上一个网友甲我寄来，我就甲摕来用。这是陈芳宇老师伊画出来，伊头壳真清楚，画4条路。咱即马大部分所谓台派拢咧行正名制宪的路，就是 A， 但是 A 有啥物问题 ？A 的1949两岸做2个国家，咱台湾人煞主动甲即个台湾的主权，甲等于中华民国2个国家，这中华民国伊是难民流寇集团呢。伊是假国家呢，伊伫中国1949就死翘翘啊呢，伊是一帮人走来讲因要去做王，伊是假中华民国一个集团呢，流寇集团流亡啊，军事占领逾期滞留不归呢，咱要甲伊接受伊做一个国家吗？一个人来杀咱兜，来甲咱入侵，咱好啦，阮互你说阮的姓台湾。咱来做伙来，大做伙来做一个国家。你看因拢毋肯啊！咱30党咧选举，就是要甲因讲，大家安尼和解共生，因拢甲打个毋肯啊！伊要徛在咱头壳顶做殖民者，因难民变贵族呢？咱这么优秀的福摩萨人，大家拢俊男美女，煞拢得爱做甲死呢？大家拢做甲破病呢？你远的做甲倒落呢？你研究室的嘛做甲倒落嘛有啊？呢，拢咧拼3顿，拢袂使上济，是安怎咱会遮悲情？所以即个有国际法理的矛盾，1949两岸做2个国家，咱家己要甲台湾主权送互因咯。所以我感觉即个是绕圈圈啦，所以应该是主权是归咱啦。有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有讲啊，伊日本放弃，但是就是照联合国宪章76、77条，就是咱会当民族自决啊 ，self-determination， 所以咱一定要解职。这个 A 甲 B 有啥物差别 ？A 甲 B 就是一个有经过历史清洗以前的罪恶，一个无。所以第一个证明制宪。就是应该无啥可能成功。咱得爱改迄个敌人要切割，我们不可能跟敌人抱在一起活下去，因为他们也不肯。所以这种是陈芳宇老师，伊是一个东吴法律系的教授，少年人，伊头壳做清楚，伊画出来，所以我甲摕来遮，互大家参考。所以问题就出伫这个 A 案证明制宪，1949两岸成为2个国家，咱敢要接受？等于甲咱台湾的主权强迫等于送互中华民国啊！A 甲 B 就是一个是接受，一个是甲否决。伊本来伊就走路流亡的这个假国家，咱要甲伊抹咧做咱的国家吗？那 A 没有解职啊，土地就无正义、无真相啊！历史你看，咱即马中华民国台湾要改连一个。建一个113年，要改做220，2024就改袂过啊！
拢纹风不动啊，连这臭头仔的这个铜像拢摕袂掉啊，连这个孙中山的国父男咱一点仔关系都无，都拢摕袂掉，吼。所以这比才是正港的路，吼，爱甲迄历史罪恶要清算。好，我念伊讲，就是过来，吼，咱的命运28轮回，安怎甲切断？事实上，咱的现状就是新旧两个中国甲咱夹杀一台，我们是第三方的无辜者。咱上无辜，咱真正无辜啊！咱内面一点仔关系都无，结果互因加入这个新旧中国的内战框架内底，新旧两中夹杀我们啊！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中，两中实为一中。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啦。绝对不能等于他是难民流寇集团呢！啊，咱有啥物根据？根据这个日内瓦公约1234，吼，搁有这个开罗宣言是假的，根本就是一个新闻公报，无人签名，无法律的效力。伊拢用开罗宣言甲咱骗，已经骗几啊十档，骗全世界，连新中国共产党嘛咧骗。咱若搁宪章76、77，咱会当用啊。旧金山和平条23条。到即马，美国也是咱的头家啊，伊是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啊，所以才有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甲咱保护，吼，这拢咱会当用的工具。好，咱是真正的实体诺亚方舟，敢若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268座，268座，啊，人民世界第一名的骨力。咱的农业技术嘛是 Top 1，啊，咱的半导体占全世界40-50%，所以台湾若停摆，全世界拢袂叮当。吼，啊，你看，咱做啥物拢是世界第一，石斑鱼啦、兰花啦，吼，脚踏车啦，吼，啊，咱的捐款嘛是世界第一啦，敢若美国3亿1，咱全世界第一，啊，佮超第2名足济。吼，啊，足侪活化石，樱花高文龟，吼，包括构树，迄嘛几啊万吨，规个南岛世界拢有构树，吼，好，咱感觉阁有空间，关键时刻，我感觉咱来用福摩萨台湾这个名宣告建国，就是废流亡政府，废中华民国宪法，迄甲咱无关系。啊，咱的民族自觉，毋是住民自觉。新来的，因毋是台湾人，日本时代无户口的人，伊无权利决定，人民无权利决定咱的前途。因来等候咱建国了，因才会当来宣誓、来入籍。吼，啊，当然咱有宣告了，咱就会当制宪建国，啊，咱会当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吼，我希望咱有机会。吼，这个关键时刻是啥物事？关键时刻就是因若开始，扣了那个扳机以后，他开启战争，我感觉迄就是咱的时阵啊！吼，咱就爱紧站起来。啊，我有2首诗，啊，我想时间，我有小可超过歹势，等下有时间我再念互大家听。吼，一个。这我是2009年写，啊，一个是2015年写，拢甲咱台湾的命运有关系。吼，我先讲到这，多谢感恩，歹势。吼，时间小可超过。感谢这个华表教授精彩的分享，哈。啊，伊有个邀请一位啦，哈，庆坤教授，哈，伊拄则是咧讲福摩萨的身世甲历史，啊，即摆来出路的部分，哈。啊，伊特别邀请一个庆坤教授，陈庆坤教授哈，啊，要来分享哈。啊，咱刷落去，咱较做伙来做 Q&A 安尼好无？哈，啊无，我即摆来甲时间啊，交陈庆坤教授，请。好，我分享吼。你即个外表教授，你会当停止分享啊？我停止分享，好，对。我甲 click， 好，安尼有看到无？有吼，是，好，安尼大家好吼。
因为时间，所以我换较紧进入咱的这个主题啦吼。陈教授伊讲的吼，是那伊安尼来讲是台湾的迄个前生前世吼，直讲到今生今世。所以我来甲锁定伫即个今生今世吼，台湾所面临的即个困境到底是伫对吼？我换小可介绍我啦吼，其实我换即个台教会的会员，我做会员是换陈教授介绍我入去的，我嘛拢无熟悉，但是唯一就是拢婚姻人，所以偏偏讲大家台派的吼。这精神吼，真正是拢相通，伫讲的话吼，敢若像一个 DNA 安尼吼，马上就可以连接起来吼。好，所以我足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伊邀请，我就甲我的这个感想吼，做一寡报告。首先，这个主题是被洗脑的福尔摩沙台湾，我换拢用福尔摩沙台湾，意思甲陈教授的理念完全同款吼。我本身吼从事一寡即个艺术创作啦吼，出几啊本的即个画册内底，其实我拢换沿用福尔摩沙台湾吼，所以这是一个属于咱家己、咱台湾家己的即个宿命的名称吼。但是遮好的名称吼，会煞被人洗脑吼，所以就进入到第二点，我认为讲。咱去用洗脑了，咱的自我的认同所开始分歧，这个分歧就引起甲内部的危机就开始啊！这是台湾非常不幸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到今仔日第三点，我要讲枪炮野种下的这个台湾，咱到底要何去何从？过来才是结论好，第一点，咱听我看讲被洗脑的这个福尔摩沙台湾这张听我看甲陈教授讲的意义非常的接近啦不过我要强调就是讲，因为住伫这个岛内伫较早，甚至讲几千年5000年几千年，当然迄当阵台湾就有人住，这绝对是事实不过，咱的祖先即便是为大地的大陆、欧洲甚至非洲遮来的时阵，有航海的技术，是因为安尼会与世隔绝，所变做讲，咱煞甲这个航海的技术煞无去，甚至伫台湾安尼足孤立的安尼，几千年来，应该讲者较会知，毋知影讲，哎呀，隔壁咱有一个中国文化。汉唐文化，甚至嘛毋知影讲欧洲伊的文明的进步，到底是什么款？这就是换台湾伊的本身所服下的一个民族性，足重要的一个关键。我若较有时间，我再针对这点我再来做说明好，我有一个研究的过程根据这个汪佳音啦甲这个叫做这个周婉聊因这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的这个研究因伫这个1582年这个7月初6有一个伫澳门出发的一个容客船这个船伫这个会使讲台湾海峡啦那伊即摆来讲就是讲台湾海峡中度的这个海上所拄到2届的台风，到尾一届台风差不多应该是已经航行到这个淡水也就是北台湾，所以真正搁浅我要讲这点就是讲，若讲台湾的历史，可比讲咱即摆拢在讲400年其实应该若1582年开始起算的话，应该换440年啦所以遮的这个度是我伫这个叫做福尔摩沙这个陌生文明的接触内底我所画的因为这拢有历史的根据这我拢有文献的保留，大致上伫葡萄牙
国家的图书馆内底，拢也有伊原来的文件，因为这3份文件，还是拢这3位的这个叫做神父，因为其这个传染之后，因到尾啊换转去到这个叫做澳门，啊，所以伫澳门的一份向基督教、天主教的总部所报告的一份资料，所以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常常拢会伫外口去宣传讲，咱台湾有即种甲西方文明足早就接受到的这个记录，甚至因为伊这个记录伫台湾，因为这难民船拢害去了伊伫台湾有起一寡厝当然草料啊啦作为因这难民传染的难民收容的所在，所以有立迄个十字架有这个天主教的仪式所以咱若讲，哎呀，台湾所接受到的这个西方的文明可能这比这个叫做荷兰来到台湾还佫较早。啊，迄当阵因这人拄着台湾的原住民大致上因的描述拢无穿衫无穿裤啦。啊，当然下半身有这用迄个树仔叶安尼扎咧安尼尔好，大致上我伫讲的就是讲，这个台湾的命运，若准讲为440年开始了，过来呢，历经这个明政荷兰这个明政后过来是清朝、日本，大致上伫台湾要算讲被殖民。被殖民的过程内底咱的主体性当然是渐渐流失啦不过上要紧、上大的一个届应该是伫这个1947年，真正是改变台湾命运的一个事实。因为二战之后这个麦克阿瑟叫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集团来接受台湾，不过一接受了。煞伫1949年就开始因就规个拢遐中国人拢开始逃亡为台湾所以伫这批流亡台湾的中国人，甚至是中国国民党开始这个阶段呢，咱会使讲3年级、4年级、5年级这当然这是民国啦咱一般伫台湾会通俗的讲法。3、4、5年级出生，战后的这个婴儿潮大致上是接受到国民党洗脑大汉的，所以这一个足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可比讲我上头讲遮，迄当阵的台湾的主体意识无定着还有残存，但是伫甲这个时阵的这个时代呢，我看都已经无啊，尤其伫1953年开始，咱听我看到讲。迄属于国民党的这国级的学校就开始用国文啊、公文啊、公民啊、历史等等这教科书、这教科书的教材内底呢，开始统一编定，就是以言堂的洗脑教育来铺路所以国文你嘛会使读到哇苏东坡啦、什么啦等等，因这非常美妙的这文章互因呢。互咱台湾人讲，哎呀，这个中国的文化5000年的历史，创造了这样光辉灿烂的这个文学啊，等等这个资料。所以3、4、5这个年纪，即马拢超应该7、8、10岁啊啦。我看因要去互中国国民党洗脑了，要翻倒转来讲思考台湾的主体性的时阵当然这是非常的困难啦，因为。搁再讲，第二甲咱灌输着讲，咱是中国人，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当然，这个抗争的活动毋是无，因为随着2000年李登辉了2000年大致上民进党成立的这个阶段内底呢，台湾人一直甲国民党抗争所以这个抗争的过程，包括这课纲，伫2015年嘛是有一个反课纲的这个。非常的轰轰烈烈这到尾换一个学生伫这个时阵用伊的性命表示伊的抗议安尼所以咱若听我看到讲，当台湾的
意识吼，台湾的意识，台湾主体性的这个觉醒的时阵吼，其实台湾人一直反抗着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教育体制，甚至包括伊的洗脑吼的这个过程。啊，因为这种洗脑吼是非常的彻底，吼，这是我根据我的这个研究吼，我甲做成这个表吼。你听我看，中国国民党伊的权力吼，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伊就用恐吓吼、关押、屠杀吼，这228吼，拄则这个吼做陈教授我详细的描述过吼。啊，所以这个谎言是用主义吼，用这个理念，用这个主义来控制着台湾，爱安怎反攻大陆吼，杀猪拔毛吼，所以用这个足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呢，建立咱的台湾的意识形态，所以被洗脑的台湾人的头壳吼，大致上都洗甲足清气的。尤其这个吼，这个洗脑的过程是一个苏联的这个吼做教育者吼，这个巴甫洛夫吼，伊有研究过，伊讲这个狗吼，狗你若要甲饲吼，啊只要摇一个铃铛吼，摇一个铃铛，伊就会来啊。啊这有啥物关系？摇一个铃铛，啊狗就会来要食物件，这就是有一个叫做条件的反射的作用。啊，反射的作用就是讲，咱若听到啥物，吼啊人吼，咱人就敢若狗安尼有一个直觉的反应，所以这是教育洗脑吼，会足直接的迄个作用。所以我才讲，345吼，这个年纪的人是安怎讲？咱即摆大概伫选举的时阵，拢选袂赢国民党，原因就是伫台湾的岛内，这种的意识形态的人，吼，属于中国主义、大中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人，要占大多数。甚至呢，我要讲的就是讲，这款的情形吼，受到教育愈悬的人，伊被洗脑的程度愈严重。所以早期咱听我看到民进党当咧抗争国民党的时阵吼，拢是啥物？拢是遐个工仔人，吼，拢是一般的社会的迄类。啊，是安怎会遮的人有法度好去抗议国民党？知识分子煞变做中国国民党的啥物？的鹰犬帮凶。吼，所以这洗脑的过程吼，这是应该讲是有伊的国民党，后伊的迄个敢若迄个纳粹吼。迄种理论的存在，吼，啊，佫也有因配合着倒来咱台湾的这个收买，吼，啊，所以你听我看讲，当初时228事件内底一个上介可怜就是黄宗灿，黄宗灿伊本身伊是艺术家，吼，啊，伊我是中国四川人，但是伊来到台湾了吼，伊目睭看到真正的228事件。所以伊偷偷用这个木刻吼作为办法，啊，伊毋敢伫台湾发表，伊走去甲这个上海吼，迄当阵的《华南早报》尾啊算讲这个叫做中国的迄个传声筒吼，好，啊，伊发表伫到尾也去互台湾的种种发现，甚至包括讲伊伫台湾吼所从事的飞碟。迄当阵飞碟是在你身边咯，吼，所以咱拢爱举报飞碟，所以伊嘛伫一个案件内底呢，就去互枪杀啦，啊，所以咱会使看到讲台湾受到极权主义吼，中国国民党极权主义吼的这个压制，甚至包括讲，就是讲已经渐渐有讲，哎呀，中国国民党伊嘛讲伊是民主的政党啊，哦，所以咱听我看讲，1949年因去互中国共产党消灭了，逃亡到台湾，啊，甚至伫1972年，因佫去互联合国，吼，去互联合国，佫去互中国，佫甲消灭一届，佫甲踢出去联合国的时阵，吼，蒋经国伊还在讲，哎呀，咱爱处变不惊哦，吼，咱爱安怎？咱嘛爱这个叫做坚守民主阵容。但是你听我看，1980年，吼，发生着台的这个叫做陈文成。吼，会朴素的这个事件吼，啊，甚至进前吼，当然是篇幅的关系，我就无搁用。1980年吼，这个叫做林义祥因规家口的灭亡事件吼，所以国民党声声讲是因是民主政党的时阵，咱也看出讲
确实讲，伊是伫骗台湾人。伊用安尼的手段，伊用即个软的硬的手段，使着台湾人屈服在伊的淫威之下，好，所以蒋介石就是讲，宁可错杀1000，嘛袂使放过一个人。所以台湾伫1945年以后，超过40年，国民党专制独裁的统治。第一阶段228事件，第二阶段就是白色恐怖的这个时期，将近半世纪，已经甲台湾人的这个心理做着非常大的心理创伤。使咱讲，咱嘛扭曲着咱的历史台湾历史的集体的记忆包括讲咱伫史前的文化，咱拢去用砍咧啊，唔敢讲啊，对无？所以就是因为安尼的历史的扭曲，导致咱的集体的记忆所错误、所迷失，甚至自我认同呢开始消失。所以咱就有当时啊，在即摆的时阵咱拢定定会讲，哎呀，伊是中国人，哎呀，我中国人无毋对啊，因为这甲族谱啦、甲氏姓啦，这拢息息相关啦，好，进入第二个主题，我讲是安怎咱这内部的分歧，自我的认同会变做安尼，因为国家的认同，这牵涉到一个人咱安怎来看待咱的国家，甲讲，咱是对国家，咱这个看法，伊的主观、客观，咱有啥物期望？咱若总讲，咱对台湾的建国、台湾的独立，咱无有主观甲客观的期待的话，可见这条路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自我身份的确立，我是啥？因对方是啥？应该这是足需要去理清的，绝对无迄个模糊的空间啦，除了讲中国国民党今仔日伊要本土化，台湾的本土化，那安尼当然渐渐族群的融合是无问题，但是可惜到即摆为止咱了看袂出讲有即款的蛛丝马迹的呈现，中国国民党还是控制着台湾大部分的资源，好，所以历史错误的安排，邪恶的中国文化，极权的统治，加强着伊伫台湾人民心灵中、灵魂中烙下一个足深的这个伤痕，留互咱的下代啊、下地，哇，这子孙可能真正换难以摆脱所以咱这代，咱努力一直要做，一直要摆脱这个中华民国甚至这中国支那人的这个控制。但是我认为，当然这是要继续努力的啦所以困难要重重所以造成台湾人，咱在讲自我认同的时阵，人格的分裂，甲咱的土地，咱台湾人应该咱承认咱的土地，咱袂甲咱的精神、甲咱的感情、甲土地是袂使分开的尤其近这几年咱听我看讲，哇，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填讲填甲安尼，已经是跪落去啊啦甚至因已经变做伫台湾变成中国的在地协力者，那这样都会互中国共产党认为台湾是会使并吞的一个对象，这会鼓励对中国共产党来讲迄是莫大的这个阻力咯。中国国民党咱听我看，在这几年的发展煞变做安尼，所以国共联合来乱台，互咱台湾的迄个敌我意识崩溃所以这款的过程就敢若在切香肠共款，一段一段，咱台湾自我的意识已经渐渐在流失所以就是讲，咱民进党立即在执政咱嘛会使看到讲中国的统战无所不用其极，会使讲渗透到艺人啦甚至一般的公庙啦，一般的这个百姓互咱台湾的人民的心房开始洞开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自然的这个发展要影响到讲台湾人伊免用拍的，台湾人伊就会什么？伊就会安怎？伊就会信服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你看咧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席夏立言，
定定伊嘛去即个中国去甲国台办主任宋涛啦吼，甲因去遐会面，去遐讲啥物，咱毋知，无法度控制。以我的观察，以我的研究，其实今仔日台湾国民党伫台湾的内地吼，会安尼兴风作浪，我拢讲甲夏立言去中国听命共产党的指示息息相关，这是息息相关的，绝对无法度去话。咱就讲去讲模仿，甲因模仿，一句话就法度好抹除吼。甚至包括你也看讲，即几年啊，定定都有台湾的艺人吼，表态讲，哎呀，因是中国人哦，甚至因也支持啥物，支持祖国的统一。啊，当然啦，咱也会使看讲，遮个艺人其实伫台湾吼，其实因也无啥物政治的实力啦吼。你要讲哎呀，怎啊变做讲迄个，这也无可能。毋过对台湾的人民的心理吼，甲着讲，咱甲中国的这个竞争的过程内底，咱也看出讲这是一个真大的破洞。吼，尤其伫台湾，因拢得到金马奖啊，啥物奖啊，煞袂输讲会伫台湾甲因栽培遮艺人吼，煞变做讲背叛台湾，吼去臣服对中国的这个威权集权之下吼，所以这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吼。所以台湾主体意识、国家的认同，应该是台湾民主化重要的议题啦，吼，嘛是咱对民主的驱动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款台湾要追求独立的这个意义内底吼，咱台湾人所陷入一个非常迄个可怕的这个集权威权的蹂躏的状态。所以可怜的台湾人，甲这个讲，互去中国国民党的洗脑了后吼，产生这个认同的分歧吼，这是目前台湾上大的困境，吼，嘛是台湾目前伫内部存在的危机。这是伫台湾目前倒来的这个真正的实况，吼，咱也看过讲，咱台派的声音吼，迄个声音愈来愈热，台派的声音愈来愈被消失，因为中华民国吼，所以以安尼来讲，对外咧，咱煞变生活伫枪炮压境下的台湾，安尼台湾好去好强，吼，那是安怎会造成安尼？煞变做讲台湾是一个怪胎呢？台湾的存在煞会甲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存在发生冲突？啊，为怎样讲中华民国的存在，搁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搁冲突？啊，这种纠葛吼，就造成台湾的一种悲苦，因为台湾毋是一个国家，这才是伊最主要、最核心的本质的问题。吼，所以习近平伫这个2012年的时阵吼，哇，伊开始接这个叫做中共的总书记了吼，那么伊就以中国梦作为伊的政治的口号。吼，伊嘛宣布讲国家、民族、人民吼，要共同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甲并吞，这拢是几千年因的霸权思想的本质。啊，就是讲中国本来伊的这款思想就是安尼。咱讲哇，中国的这个国土吼。几千公里安怎啊？这拢讲者较会知，拢就是安怎，拢用侵略并吞得来。啊，所以伫台湾你若听我看，这个赖清德执政了吼，伊的对台湾的压缩空间已经愈来愈少。为这张图内底吼，咱会使看出讲，伊的分两机基建吼，啊，甲伊的舰队渐渐接近台湾。这个接近台湾的意义，当然就是威胁你嘛。你敢开枪无？当然你毋敢开枪。啊，所以咱会讲，哎呀，拜托咧，中共伊若总讲有法度好开始并吞台湾，开始动员伊的军队的时阵，台湾咱就开始这个宣布独立。当然这是一个假想。话佫讲倒转来，
当然伊也毋敢啦，因为安怎，咱的后壁有美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伊是不断挑衅你。即种挑衅我会造成咱岛内的人心不安呢。因为你若可比讲定定飞机安尼飞，定定船拢伫咱的边仔安尼驶，人民的思想人民的安全感有当时会去崩溃所以伊安尼来讲会偌清楚，伊就表示啦，伊讲哎呀，中国侵略台湾的目的，其实伊是要怎么样？成就伊的这个霸权，世界的霸权啦伊这个规则的基础当然是无去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整个一个秩序嘛不过令人沮丧的就是讲2024年这个选举了蓝白的政党开始乱台咱会使看讲伫今年甲咱足近的伫今年的台湾的局势非常的混沌，非常的这个无安定以安尼来讲，咱就会使肯定讲，中国收买台湾已经是即摆的进行式，甚至已经几啊年啊。你听我看讲，咱地方的首长的选举一关一市，一关一市，一直沦陷所以伊用买的比战争更较便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意算盘。所以用军事拍，伊毋敢，因为咱后壁有美国甚至咱台湾嘛有足强大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好，若安尼来讲的话咱若讲2024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伊怎啊是伫伊的对话，咱的对话对叫嚣无论你是阿扁的时代啦还是甚至讲这个马英九的时代，更较亲中安怎耀武扬威啦但是随着习近平的这个主席伊的任期的开始接近伊对赖清德总统伊就开始已经是达到啥物兵临城下的这个危机所以会使讲赖清德做总统伊的压力会使讲比这个蔡英文甚至比阿扁拢来得严峻原因就是安尼。所以我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啦应该也无法度好结论啦无结论的结论我听讲比一个例，2021年有关台湾独立的问题，迄当阵的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人伊讲，哎呀，宣布台独现在无适当啦，台湾要宣布独立这个事实讲起来是真无奈啦，但这毋是台湾人民会使决定的莫讲中国会拍咱啦，根据邱毅人伊讲，根据我的了解伊讲美国嘛足无赞成的这句话当然这句话是阿扁伫2021年访问邱毅人伊讲的话我讲伊这句话完充分代表着台湾人的意志甲迄个能耐。原因是安怎？你就是讲美国伊无赞成，你就是讲中国会拍咱，难道因为安尼咱无法度去做台湾独立的工课吗？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议题，因为作为小国的以色列，咱听我看这几日啦，已经拍到要1年啊。以色列这款的小国安怎生存？人因的国家的定位足正确的，人因的建国的意识足坚强的，所以因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强大的有成的实力，是因的生存的根本。这尔那些国家，你无拍赢，你就是被灭亡。世界的这个生存法则，会使讲，敢若是就是讲，迄个适者生存，这个规则。台湾，你伫讨好中共、讨好中国，敢若国民党定下讲，哎呀，赖清德伊迄个叫做去冒犯中共安怎？你就是甲规个中共。照常拍台湾，这是早甲晚的代志尔。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爱有以色列的精神，这是值得咱学的。因为台湾的资源、能量，包括伊的国际地位，确实讲，伊是国际性的台湾，
伊绝对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伊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土地，绝对毋是安尼。所以伊即马来讲咱台湾是有即种霸主的心态啦，因为400几年来的即个殖民心态咱家己毋知影讲咱有国家，因为伫台湾也无出现过真正属于家己的国家过。台湾是一个足适合被殖民的一个岛屿所以台湾人为何会陷入这个统独争论的这个漩涡内底？伊是受到恶灵的宰制吗？伊是宿命运命吗？所以是啊，运啊命当然这是宿命讲法啦以我来讲，绝对毋是，因为咱还无法度完全团结。这是被殖民的生态包括讲邱义仁伊安尼讲，虽然是描写的是一个现实，是一个事实无毋对，毋过台湾人敢就真正安尼尔，对无？所以我今仔日足简单的向各位报告，足多谢感谢恁咱台湾人无自叹自怜的权利啦，咱还要继续开始搁奋斗，开始搁拍拼。好，谢谢，感谢各位。感谢外表教授和建坤教授恁两位安尼对着佛摩萨即个真心真世讲到今生今世我相信这个议题不止看啦咱会当用足侪方面来切入啦咱内面我相信有真侪人会想要发言啦大家咧想的中间我先来讲一下我听的感受啦是讲一寡安尼毋是问题的问题啦我咧听的感觉讲恁两位足有台湾的即个主体性啦先来讲，我感觉恁变做讲迄自尊心诚悬啦我会记得伫即个，这是咱台湾人自尊心要建国也好，还是讲要保存咱家己的母语也好啦我想上重要的就是即个主体意识，还有即个自尊心即个物件，因为咱被殖民的关系，所以伫咱的教育的中间，咱比较讲外省人咱的即个自尊心较低啦我会记得伫美国，我囡仔咧大汉小学的时阵因有一个课程讲着讲爱足鼓励讲囡仔爱提高因的 self esteem 啦。迄当时我是真无了解咱20-30当前，咱就是咱台湾人爱客气嘛你若若要讲 say no 嘛讲爱变做讲爱较安尼较细腻的我的印象中讲因的 self esteem 开始培养讲一寡较弱势的家庭伊讲知影要安怎讲 say no 这就是要安怎 say no， 就是家己第一步，咱会建立家己的自信心我感觉咧，足侪台湾人甚至受到无公平的对待嘛毋敢讲我无爱啥物款，我要爱啥物款所以是按恁两位中间我会感觉讲会当去感受到迄种的台湾的主体意识就是讲咱咧追求的即个台湾精神我了解讲恁两位拢是云林出身细汉就安尼出外到别个都市去拍拼伫即个中间的时候我去想到我一个迄个台湾语文运动的一个战友啦伊嘛是云林人出身的款伊就出外到台北等到美国安尼伊是陈碧秀教授、陈碧秀牧师啦毋知恁捌伊也无伊就是我咧办即个台湾通信的时阵伊有创立一个叫做创美者基金会到自即个台湾通信第25期开始因即个基金会来做即个咱台湾通信的发行人若要爱知影即段历史我鼓励恁会当去即马台湾通信拢有一寡archive遐早期的文章内面有写着所以我想要请教两位啦
恁敢会感觉讲恁台湾婚姻人吼，比较恁的自尊心较悬？哦，吼，因为你讲要论说即种论点吼，迄爱对，足有勇气啦，吼。是是，迄毋是干那讲一个勇敢的台湾人安尼个，对佫论对，佫较深咯。是啊，较会，是啊，婚姻，恁两个拢婚姻人吼。婚姻人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互恁特别拍拼吼，特别讲，我有自信心，我要爱啥物物件，我敢大声讲。无爱啥物物件，我敢共拒绝吼。敢有是婚是，姻人敢有即种的特质啊？哦，嘿，等下是啊，回应嘿，无特别的，无特别的即个观察。毋过婚姻人是安尼，因为婚姻吼，有一寡所在较散赤，比如讲海口遐大西的人，所以遐的人听讲就是讲，足硬吵的，嗯着足有诶着做乌道，所以嘛足敏足凶诶。古早着有一句话讲，会当过落水溪，袂当过好尾溪，所以即个诶人是足敏诶啊，足敏诶。咱讲很生猛安尼啦，华语讲生猛安尼啦，做 energetic。吼，我嘛无啥了解，毋过我着甲台南人，因为我嘛接触足快，所以因着甲我讲，一个捌伫婚姻科技教过册诶一个老师，伊佫相拄诶甲我讲，我伫你诶身上，我看着苦海女神用诶精神啊！结果哇，迄时就是安尼，若像足够拼安尼，我家己嘛无迄种自觉。毋过就是从细汉到当有影足拍拼安尼啦，有一种追求的即个精神，比如讲，事实上行建国即条路，我行30几冬嘛无几个人捌我，我确实是行动者，我到全世界去开会，我拢是咧甲人报告台湾的代志，甚至我甲迄中国人甲伊呛，伫迄死啦。也得干相抢，我都毋惊伊啊！我伫中正大学，因为是深蓝的学校啊，深蓝拢足深的，我嘛是甲因对抗着着，做国教我嘛甘愿啦，无咧惊因啦，就是安尼。我毋惊因，就是不怕天不怕地安尼。我有理走遍天下，我甲迄个体制对抗足久的安尼啦，嘿，对于迄中国人，我甲伊看甲透底。中国人是足无路用的人，确实是无能的人，然后很劣等的人，很自私。咱台湾人绝对毋是，台湾人是俊男美女我们是天高地阔的种族啊！几千年来拢伫遮是，我有去互林玛丽医师甲我验 DNA， 我确实是100%native Formosan。是安怎讲？伊讲我的父系是平埔，母系也是平埔。林玛丽医师佫特别敲电话我，甲我讲1点半钟是安怎？伊讲我的 HLA 是他手上的 database 700外的 database 第三例。讲第三例什么意思？真正的 native Formosan 的 HLA。所以伊敲电话甲我讲。点外钟，当然，阮佫分享被人压迫的即个滋味。我是毋惊压迫啦，因为 never， 我拢甲家己讲 never be defeated。因为我第一届做下水40岁，我是向用互人安尼掠出来，校长叫我做，传进so messy， 一团乱。我做甲安尼拼甲安尼，但是全部的人拢是 peer pressure， 规个拢要甲你加死，要甲你累死。我着一个感拢甲家己讲 ，never be defeated。我毋咧惊因啦，我是那个，我就是要顶住，要承受得住安尼。我迄阵40岁，所以我甲做到最后1秒钟，因拢卖来甲我干扰，我甲当作群魔乱舞，当然对我是真大的考验啦。所以是安那过8冬，我阁
做第二届，因为他们对我太糟糕，我要站起来再一次给他们看啊！那一次我就更奔放，把所有整个戏、整个台湾话啊，甲迄大牌实名先生、综艺人规拢甲请来，所有台岛的大咖拢甲请来，啊，我改出钱，我不要互因找到任何缝隙给我追杀安尼。好，我有做一个后殖民研究中心做10外档，我一直办讲座，啊，拢是所有的建国大咖拢甲请来，啊，他们也莫奈我何安尼，就是这样子。多谢，就是要变台湾建国安尼。多谢外表教授的分享啦吼。啊，咱即摆请即个建坤教授来，甲你分享一下。是，以我的感觉啦吼，婚姻当然足善的吼，这因为伊的地形的关系，啊，佮农业关。啊，毋过吼，我换足遗憾的就是讲，咱会看到讲台南、高雄吼，人因迄民主的圣地。啊，大部分的百姓吼，虽然有像阮吼，像即个郑老师你讲的即种气质，但是人因的聚落吼，会煞比婚姻搁较庞大。原因发生伫倒啊？原因是婚姻吼，长期去互国民党控制吼，较调吼，有一点类似吼，敢若即摆华人吼，所以也就是讲，婚姻伊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吼，伊即个思想，反抗的人有意识的人。真济，毋过呢，国民党的控制吼，国民党的愚民化政策，伫婚姻吼，确实讲是足有效的，因为吼，伊散车，散车就容易去用收买，所以导致台湾的即个民族性吼，伊所变做一种两极的迄个情形。以我的感受是安尼啦，谢谢。好，多谢。咱即摆吼，咱生活有一个举手，台湾人吼。有举手吼，啊，请你甲麦克拍开吼，啊，你会当开始来讲诶，啊，佮刷落去，若佮无人，我想要佮请教恁两位啦，吼，就是讲恁伫第一线咧教学生嘛，吼，所以恁会有含即个学生较直接诶机会吼，啊，恁诶论述吼，含其他诶老师应该是作品也无共吼，啊，是毋是讲恁伫讲诶遮个物件，恁让学生诶遮个安尼咧接触诶中间吼？敢会当分享一下？好，无咱即摆咱就请即个台湾人哈，请你甲麦克拍开哈。这位台湾人，我毋知伊即摆手搁囥落去，我毋知伊头骨是要拍扑啊，蒙验着还是安怎？但是敢会当请你麦克拍开，请你甲阮回应一下台湾人。啊，另外伫 chat room 吼，有人有一个问题问讲，敢有人收看公司台语台10月11的直播，就是会讲台湾敢是一个国家，伊诶问看敢有人有收看。这位是袁仔吼，袁仔敢会当请袁仔你会当拍开你诶麦克，你会当搁小可解说一下。Hello， 安尼敢有听？有听到，你解说迄天我有去啊，伊的主题是台湾敢是一个国家，就是后壁 Q&A 时阵，我就讲，我讲两位学者就是今仔日讲足济，啊，毋过今仔日主题是台湾敢是一个国家，啊，毋过恁敢若一直拢咧讲国际法，还是讲国际上安怎看待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安尼，就是我就直接甲因吐槽啦啊，后壁就是因的迄个录影就是已经结束了后啊，迄个主要讲者伊姓吴，顶悬拢会当看到因叫啥物名啦，啊就是迄个主要迄个讲者，伊就面相就足摇摆，就讲我袂比你。安怎讲？伊就讲，啥物台派就是爱建国，就是爱 compromise。啊，我就讲爱 compromise 啥物？你甲我讲好无？伊就讲我无爱甲你讲。对，伊就是足傲慢的安尼。啊，伊嘛毋惊讲我，伊嘛毋惊别人
感觉讲伊就是足傲慢的，伊就讲我就是安尼，啊就袂愿甲我讲。啊，我感觉讲，因为迄个演讲的场所是迄个中央研究院内底啊，拢是学者嘛，啊，我会感觉啊，迄场的人足少的，啊，就是我是掠准讲，因为是台语应该足侪人参加，结果无，对，主要是想讲就是大家我即马其实听着拄则两位讲者讲，就是其实台独的声音其实足较真正足弱势啊，就是毋过主要即马现主是有咧主张台湾独立建国的，敢若只有台面上我看着敢若是周教授，就是周婉瑶教授，较主要有咧出现伫网络顶悬，啊，搁有伫四个演讲有咧讲着，啊，毋过其他所谓就是，譬如讲吴瑞仁，就是其实我嘛无认为讲伊是独立建国迄派，啊，毋过因拢有足奇怪，因拢会讲吼，要比台独我袂比你，我袂输你啦，就是因我感觉足奇怪，就是因拢会用一种，因的态度，因的立场袂比我搁较无爱台湾。啊，我无资格甲因讲啥物，我的感觉是安尼。啊，以上就是甲大家分享。好，感好，谢多谢。我啦的分享。即马头拄仔迄个台湾人吼，有写讲歹势，伊是举毋着手啊。我想伊是要拍扑克，结果伊举手。啊，但是咱即有一位Susan，伊举手，Susan，敢会当请你拍开你的麦克，来问你的问题。有听吼，有听到。我想要请教陈月苗教授吼，你讲你主张民族自决，毋是自民自决，啊，请问你台湾民族的定义？就是你日本时代有户籍的人，才是正港的 native Taiwanese。嘿，啊，1949年以后来台湾的，事实上因的身份就是流亡的难民。啊，当然因若搁第二代，伊有妈妈，还是讲伊是一半，迄都拢已经会当算台湾人啊，吼。啊，但是最主要迄个根据就是讲，照迄个战后迄个民族自决的精神，因全世界所有国家无一个所在的人民会当参与决定迄个所在的前途啦。这是主要咱爱区别，因为即马足侪咱即个所谓台派，因拢讲自民自决。其实上安尼，伊即马国民党即个虽然讲有即个台湾人咧做总统。我并无认为这就叫做本土政权啦，啊，所以伊所有的把握，即所有体制内的人，因拢咧甲创迄个中国人一直入来，吼，因即马已经要开放中国的即个配偶，吼，伊会当适当就摕着咱台湾人的即个身份证，啊，就会当参与来选举，因中国人上厉害就是甲你。移民实编，因的历史咱有读过。移民实编用伊的人，像因的人送出济去西藏、Tibet， 送出济去迄 Eastern Turkey 新疆，因要甲伊的种族洗掉，因即马嘛是安尼咧对付台湾，所以足济迄外籍新娘，足济已经几十万啊，就是中国人，伊就用即个方面，佮为了已经参选啊。事实上，这拢爱甲动起来，但是因为这个政府，伊是实名体制，伊本来就是蒋介石的流氓非法的政权，伊所有拢是咧控制咱台湾人，要压迫咱台湾人，所以这体制拢还佫继续咧进行。虽然咱台湾人有选去做总统，但是伊敢若一粒头尔，伊的骹甲手，所有拢是还佫控制因边拢还佫受控制咧，所以我并无认为讲台湾人咧做总统，咱就有本土政权，事实无啦，吼，等于是咱的人去咧代理尔，啊，所以迄个空房拢
拢门户洞开，拢合袂起来。当然，咱家己的人咧做有好足济，毋过迄个整个迄体制，所以是安怎？因只会拄啊原讲的，遐一寡学者，因拢讲我袂比你较无台独，还是我袂比你较无爱台湾。事实上，因拢咧考虑选票，但是在你即个体制下，我是足深的觉悟，在即个体制下，你要用选票去选出咱该消灭掉，哪像足困难？因为安怎？伊继续咧甲咱洗脑啊！咱学校足侪小学校门还是囥着一个孔子公啊，囥着一个孙文的铜像，我看到足侪小学拢是安尼啊，连迄款物件拢摕袂掉啊！啊，你囡仔要安怎教？啊，你即马规个举的拢是车轮旗咧代表台湾啊！啊，你要安怎改教讲咱教因是无共款的，咱互伊洗脑去，甲咱要叫国册档，国册档是足困难的。我伫学校大学教30档，中学教4档，咱一个人要国册安尼去国册行到我家行即条路，我就知一步一步安尼去觉悟，迄是一条足长的路，足长的路。所以你学校要教的时阵，学生会对咱行一寡，对咱行一寡会反弹，但是吼，伊尾啊，伊甲学校毕业出去，伊要过伊的三顿，要过伊现实，伊就无咧想这呀，伊就过这浮面的生活，有一半下啊，真正行到读地安尼。但是若一般学生，你要甲伊讲这个国家的议题啥，还是讲战争来，伊要安怎？咱的囡仔已经互教甲变做小绵羊啊！大一的学生，我感觉足深刻的，就是我甲伊问这个足深刻的代志，因拢硬气，拢袂晓回答。但是我去邀请这钟玉玲来演讲，还是这苏明先生来演讲，我甲几啊班的同事甲做伙，叫因写迄读我心得，因还是有感受啦，较有感受啦吼。教是原来有差，我有用迄 critical reading 甲因教，会晓思考，上基本的逻辑思考安尼，迄拢爱为遐开始教。因为咱囡仔拢互教拢袂晓思考，连最基本 5W1H 都无一定清楚，头壳拢无清无楚安尼。所以这是足悲哀些。过选举要来建国，我是感觉足困难，因为咱的囡仔继续咧互伊洗脑。啊，但是咱即马所有大部分的台派，差不多我会当讲啦，我所接触，因为我离大教会，吼嘛参加大教会足侪档啊，离大学教册30档，我足了解，就是咱的人，就拄啊，即个庆坤讲的讲，或者愈受教育愈悬的，愈互压制。学校伊用的学术计划，甲你绑，大家拢绑，啊来甲你论文来甲你记点数，啊这人拢互绑咧啊，拢袂当思考，吼，伊袂当存究啊，吼啊，所以可能像阮安尼的人较少啊，我就是特立独行啊，啊，佮毋惊无孤单，毋惊无伴安尼，毋惊互攻击安尼，吼，大部分人拢是臣服，要靠选举行出台湾建国路，我感觉足困难。但是遐个人拢是讲，啊，咱着足现实的啊，咱大概着啊，阁有400-500万，还是600-700万的人，着咧选咧上烂的啊。啊，这是咱的 reality，we need to face the reality。就是迄条路是安尼，敢行会到？所以我感觉这是原来爱看天啊，但是咱也袂使悲观，吼，我们就是要压不扁。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一定要站起来啊！但是你身躯顶穿迄领中华民国，你敢徛会起来？你也毋是活人，也毋是死人，咱是活人，结果穿一领死人衫，啊，敢徛会起来？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你讲我暂时讲到这。要推行民族自决，这条路敢安怎行？你想敢行会起来？这是照。有研究的人，伊是甲我讲啦，咱就是爱组一个叫做 Formosa 自治团体啦。啊，人嘛是甲我讲做侪当，但毋过就是有即种觉醒的人较少啦，大部分拢是要证明制宪，啊，证明制宪就是到尾啊，就是在体制内要改换个名字啊，有点，我是感觉迄是一个绕圈圈绕不出来的圈圈啦。因为证明制宪的定义帮中华民国
就地合法。那世界不安尼啊！啊，你抱着敌人，他也不愿意啊。你要跟他和谐共生，伊嘛无愿意啊。所以伊即马要甲咱出卖啊，伊内底拢跟甲咱渗透，甲即马立法院等于因霸占咧啊，连迄总预算都无要你通过啊。嘿，所以这是安尼。另外有一点我要回应即个陈教授陈庆坤老师，伊拄仔讲，咱台湾人袂晓行船啥物。事实上，咱台湾的先民是航海民族啦。几千年哈，伊就爱为台湾航海出去，所以波利尼西亚那个麦克罗尼西亚，它整个南太平洋，迄拢是咱的亲兄弟啊。所以那个帛琉是安那对台湾较好，因知影咱是亲兄弟。因为毛利人到了花莲，看到那个花莲的太鲁阁，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毛利语跟我们的这个阿密斯，那个两个还 intelligible， 可以互相沟通的。所以，咱是航海民族，波利尼西亚是全世界最早的航海民族，它航海整个地球。因为是尾啊，互人市民，尤其这个蒋臭头啊，伊来甲咱规个拢海岸拢甲咱控制咧，拢用迄肉粽甲咱控制。所以咱的人，咱的囡仔煞变袂晓游泳，对海洋无兴趣，规个拢脱离土地，脱离土地，它让你失根。每一个人都活得像一个这个飘零的这个灵魂，不知道自己是谁，真悲哀哈。所以我有写一首诗叫做《李楚流落》。咧准备的中间，咱是不是请即个建坤哈？伊即摆可能咧找迄首诗，咱建坤教授，你来回应一下好无？好。其实伫即个台湾民族主权吼，我是认为啦吼，民族的定义伫台湾真歹去定义，原因是伊一个殖民社会前来后来分甲足清楚的吼。啊，不管安怎，就是讲以咱即个叫做原住民吼，包括讲咱拢北部番来讲吼，伊即马嘛已经分散去。所以若讲以民族自觉，我感觉即个民族的意义是爱扩大来解说。当然，上界头天的一个民族，就是后来上尾来这中国人啊，所以这中国人，当然伊若认为讲伊是台湾人伊是真正是认同即个土地，我感觉嘛是属于咱民族自觉内底的一个成员，我感觉这无问题。这伫这个形式上，这就是讲法理上，我感觉是会使的，而且安尼也才有法度团结这个叫做内部。啊，过来就是我回应这个叫做陈教授甲我讲，迄个叫做这航程这个吼，确实讲这点我认同。这个副会长的讲法，啊，我咧讲是伫迄个这个叫做16世纪16世纪大致上应该迄个航海的技术，迄个记忆力已经无去啊。因为我伫这个陌生文明的接触内底所有的文献内底我看到的台湾人啦当然毋是讲像迄个兰屿遐的坐船的技术可能较好啦，因为毕竟因较靠近这个叫做海嘛因伫淡水河就是讲内河底用的船我是属于草船啦，就是讲因无一直去发展木造的船啊，所以应该讲这个技术可能要长几啊百年安怎长的当然这爱讲，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讲，伫迄个16世纪左右的台湾迄个描写迄个时阵，若搁较早，当然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这是确立的确立的好，谢谢。我会当回应一个，就是这个啊来刷落去，咱有一个听风中先生你请准备咱请发表先来讲，好无好，我就是要回应讲啦，这个400当咱台湾福摩斯文明安怎毁灭，这个普农老师已经研究甲足清楚，拢有甲写出来。所有的外来者到咱遮看咱遮伤过好，
伊拢甲咱破坏去，所以咱古早阁有迄文字，甚至咱正讲 native 母神的语言，阁伫迄个与那国岛遐阁听会着，吼。但是迄文字阁伫日本的即个博物馆内底，阁有迄个文字伫遐，吼。但是因为外来者，伊要甲咱统治，所以拢甲咱毁灭。所以普农老师研究甲足清楚诶，伊已经写12本册，吼所以我才会推荐讲咱诶梁公兄会当佮甲伊邀请来讲，伊嘛已经奋斗甲已经身体拢辛苦白疼安尼，嘿。咱即摆节目已经安排到11月，所以检查考虑12月中间，咱较来安排时间，好无吼？咱即个听势，咱你先吼，来了即个李教授吼。我安尼讲话，咁听会清。你敢会当？你住伫一搭，敢会当？我住伫云林啦，吼。你云林人，你即摆去住伫云林？我听两位教授拢住云林吼，我听了就足欢喜。对因即个为即个建国吼，因算先拜就对啦。我是拄啊退休啦，退休2冬啦，退休前我才接触到这台语文。我嘛咧邀伊讲，因为我较早从实民的时阵吼，拢讲伊中国大陆来吼，这点我就感觉，伫这读册会内底有这个有志甲我讲，咱可能都是病无做的啦，病无做的吼。他拄有听这个教授讲，伊是100%的native的这个伊去验这个 DNA 吼，这个咱是要怎证明讲咱是这个资本毋是为中国大陆迄边过来安尼，我要确定这点安尼啦。因为有一甲讲我可能嘛是病无做的人，病无做的人安尼。咱病无做，阁有一个现象就是吼，迄固定分是咱病无做的即个。是，我虽然固定分对啦。先人的智慧会创咱的救国的所在啦。阮兜还阁2个啊，2个阮固定分啦。2粒固定分，阮门口口。啦，什么都已经毁掉去啊。我即马是等来。就是啊，即个病无做的人足爱清气的，厝埕拢清清气气。是。我这兜嘛是安尼。我住云林什么所在？我土库人。土库，我是高溪啦。我是高溪。我高溪人，高溪人。对，拢真近啦。我伫好尾啦。我好尾坐4公里尔。古早做什么为好尾来啦？听讲迄个园长遐的迄个鹿寮有一个师傅甲我讲，园长的鹿寮吼是即个北部的活化石。你讲园长遐呀？所以应该大部95%拢是啦。你啦，因为咱台湾迄清帝国统治212冬，拢甲你树汉史、树族谱啦，所以甚至族谱嘛是假的啦。因为我拄仔互恁看，迄阵1911年大正元年的即个人口调查，咱的北部族占95.8%，即个原住民北部石番加青番95.8%，迄是日本人替咱做调查，日本人做的物件是完完全全、确实实的，咱爱相信。做完整的，伊迄是人口普查的记录，1911年，迄阵95.6%，所以真正有真侪外来人是1949年遐难民，嘛几十万人尔，伊就甲咱中国人做搞做假，做搞讲白在，伊讲互这200万，伊就是要压死咱。其实我看过一个人口调查，初是1960年做的，伊是中国人90万啦。90万，迄阵，所以因拢是少数啦。因的人尾也拢一直走去外国，因阁继续逃亡啊。所以即马因的人嘛是少数，只是因为伊用洗脑，甲咱洗啊，咱的人拢戆去，一寡人拢对因安尼啦。拄仔讲的3、4、5年级拢洗甲一半，要清醒起来是无可能啊。
嘿，对对对，歹势一个人吼，拢相信，因为讲伊厝做破。拄有一句话好我听无吼，多谢多谢你。若听一下，你讲迄个，你讲啥？固定铺还是啥物？固定分啊，固定分迄个固定分是迄是啥物物件？我挂捌听条啊过。吼，啊挂条啊，嘿一般拢是藏米藏切啊啦。你切啊白加了吼，藏番茄固定分藏土豆内底一个仓库啦，仓库啦，一个谷仓小谷，哎，啊用哎这个做，真大个哦啊咱，哎我，第一先我才寄相片互你看，你就知，好，多谢。安尼加一个是咱知识平埔族先人的智慧。啊，我阁补充一下吼，我阁补充一下吼，其实要分辨讲，咱这平埔族，我阁一个诚好的证明，就是讲，你有拜地基主无？哦，你若有拜地基主，这就较接近平埔族的风俗。哦，是啊，这我会使为遮落去咧。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平埔族吼，拢迄个目睭拢顶顺，毋免过双眼皮，拢顶顺。你看，中国遐来，因拢单眼皮，这也会使作为一种判断。有，这我补充手一下。才有唇，手臂有一唇，手肘有一唇，那个小指头有分叉，脚趾，脚趾要有，啊，面都做清秀的啊，毋则讲到阿里山姑娘很美，是啊，青壮如山啊，真正咱台湾人会做清秀的啊，哦，家己照镜就知啊。啊？阮某阿里山的人。哦，对啊对啊，安尼以前足水的啦，看面就知，真正家照镜看面就知啊。是啊，伊这台湾人家知影。了解了解，多谢多谢。足系啦吼，剩差不多几分钟吼。李教授，来，请你讲吼。五早，讲到这个岳庙教授讲到爱独立思想吼，我是咧研究台语语音啦吼，我发现讲台语语音非常水，我讲的目的是要请教一个问题，这个太阳古国的语言甲语音也是文字，敢有留落来？因为我安尼问的原因，就是讲，我感觉咱的台语的语音发音是世界人类语音的奇迹。我感觉无别款语言有这款语音，因为台语。So musical。因为台语的语音吼，不但大家拢讲有哆来咪有3个平调吼，老阿公有金山哆来咪，我的发现是讲台语的8调拢总是哆来咪。这个不但用哆来咪，佮用哆来咪来变调，不但安尼，佮用语音来做文法 A 甲 R，将这个3个自然的频率是物理的现象，物理、生理甲乐理的现象，将这个3个频率做一个语言，再将咱的台语甲套入去这个这个 framework 吼，这个 frame， 这款代志是，我感觉人类。有平调的，敢若中语一个平调，越南语一个平调，咱台语3个平调，不但3个平调，佮用3个频率来讲一切台语。这是我最近写一个台语语音学的册吼，所以要请教真要紧，就是讲这个3个频率来做语言，这款天数哦，性是地价所创造的语音的系统。是对来，敢有这个太阳古国的语言，敢有这款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太奇妙啊，是天做。咱的台语是做 musical 的，它有音乐性。所以有人讲台湾这个南岛语吼，是古太阳帝国传下来的古语啦。咱的台语有受这个南岛语安尼掺染落，所以是足美妙的。讲话哪唱歌咧，所以甚至有的人讲，虽然讲做河洛语，哪像有的人讲做为中原来，事实上是为遮传去。有人讲，中国迄个中原迄个夏朝是咱遮的人去传的。
哦，甚至迄东夷人，东夷就是山东遐诶人，甲迄个夏朝，啊，搁迄个吴越，甲即个闽越，浙江闽越，甲即个就是越越南，这样整个中国迄个东海岸遐诶基因拢为遮出去诶，啊，咱遮是 homeland，啊，所以咧，甚至语言嘛是。刚才这所以这个个语言事实上是做美妙，so musical and sexy。在这个迄个迄个啊， information 我吼，想这个梁公兄会当个如何的回答？有影一寡文化应该是用这个咱这个本来的这个地步在地语言做骨啦，啊，咱较少一寡其他的语言入来，咱有少日本的少足济，啊嘛少足济这个大正，就迄个明治维新迄阵啊汉用词入来，啊，迄虽然伊是用汉字去写，毋过迄拢是现代了后靠的名词，包括啥物经济文化，较早中国无即种的概念，啊，毋尔干那讲是咱台湾来去借迄个明治维新遐个汉词，中国遐足济即马中国现代语，迄其实迄是日本话啊，韩国你若讲咱有时咱听讲，你讲韩国话较含咱足近啊，其实迄是迄个明治维新迄阵创造一寡现代的概念的一寡的名词啦，所以是世界的文明应该是会当互相来借，啊，毋过文化的部分甲语词的部分迄要借，迄若无去，即个语言就死啊啦，啊，咱来借一寡咱，譬如咱即摆咧讲话，咱插一寡中语入来，我相信迄袂影响到咱规个咧讲台语的迄个气味啦，我的理解是安尼啦，安尼咱时间差不多9点，恁遐12点真感谢啊！这个听着你拄则毋知有要搁补充啥物无？伊要念伊的休息休息对，来，歹势可能搁5分钟。好来。好，第一首是伫厝流浪的歌词，我2009年写的几啊年，大约有400外年，咱拢伫咱的家园咧流浪。咱叫啥物名嘛无解清楚，咱的祖公祖妈阿爸阿母嘛讲袂清楚。平埔、长山、河洛、客家、清人、日本、中国，世间嘛是有即款的代志。咱是啥物人，叫啥物名，竟然讲袂清楚。莫怪啊，莫怪，咱就亲像伫厝流浪的孤儿，外人一个一个入来咱兜，荷兰、西班牙、地国性、清人、日本中国甲咱圆，甲咱扁，甲咱天文甲地理，就是毋甲咱认捌咱家己。咱就是伫厝流浪的孤儿，一个来一个堆，一个来一个堆，一个来一个踢，一个来一个打，堆互咱扁，踢互咱碎，堆互咱混混沌沌、渺渺茫茫，毋知身是谁。可怜咯，伫厝流浪的孤儿互人欺，任人骑，分身无主，跪地叫老爸。管你是啥人，有恁就是阿娘，可悲可爱，分身蕊蕊相魂，脑筋顿顿昏昏，身魂茫茫渺渺，颠颠嘟嘟，独行做袂了主。21世纪初，末世的气氛，世界纷纷乱乱，社会吵吵闹闹，咱的前程渺渺茫茫看袂清。台湾人
同胞啊，你抑阁毋奋起，做你家己。这是第一首。啊，第二首，这苏明先生互我的启发。啊，有一天我咧甲我的小弟讨论这政治的代志，我就即个感想。所以这2005年11月写的，叫做因为是民小湖，啊，毋是一个国家所袂当加入大海，咱干那一个小湖，红空里小湖尔，吼。啊，所以我就写即个历史巨流河，要送互咱4年级、5年级的中华民国读的遐个华读的遮个红洗脑的台湾人，吼。第一趴。历史巨流的长河，世世代代咧流传。咱福摩萨人煞无自主的选择，一代一代搁一代，生活伫咱各代家己的世界。一窟一窟的湖水，土地隔开无伤透，断咱一世一世的记忆，切断咱一代一代的传承。咱的血脉世传世，几十万年来无断绝，历代祖先就伫咱的岛屿内生存生活过日子。毋过，咱的记忆一代一代煞来断去。咱的祖上行过红毛番大航海，行过帝国式入侵年代，行过晚清初残的天年。学着官语、号码甲客家，袂记得祖传平埔的母语。第二趴，祖阿公出世伫晚清时代，行过明治、大正、昭和甲民国，毋知恁安怎？伫无共年代奋斗生存活落来，阮敢若知影。祖先秀才骑马咧巡园，高祖永成50壮年亡死上凄惨，妻儿可离家族登起走。阿祖厉害，官大高强，大拍大拉做生意兼种田，车房一一相续到年老有3下。阿公爸爸母红地草咧穿马裤，心兴高东外向。中界南北真空高，年少失车无怨册，受益多财一世飘逸到年老。阿爸出世大正的年代，受过现代教育洗礼，战前已经长大成人，行过公营先进的世界。大正昭和的时代，体魄强健，玉树临风足缘投。能文能武真人才，来到战后乌鲁木齐，暗黑高压的社会，心情郁卒恬恬，夫妻父子奋斗保全一家求生存。到如今，我才彻底觉醒认捌大正昭和的美丽，有史以来一代上水的台湾人，尊贵灵魂总算照着我。了解明亮先进荣耀的年代，历史创治实在真见效。第三趴，话搁再讲倒转来，到如今咱4年、5年的兄弟甲姊妹，又搁念伊战后细细的小湖，讲着伊的美丽甲哀愁，无深深各地互人暗藏的毒杀，甲白色恐怖。残酷白色的面目，下一代已经强要断生路，抑阁无想要真正行入先进光明的正道，流入去咱南岛母亲的巨流河。要如何？要如何？小湖死水，体质旋旋涌，水已经阴悬，强要攀过岸。敢讲？要等阵红色的大浪淹过咱福摩萨，搁再做长湖。而且
而且风天后土保佑咱台湾，击破福尔摩沙兄弟姊妹的障碍，放弃流乱危险，强要逼迫的世学，勇敢承担前进创造，加入咱历史巨流的长河。安尼，结束，感多谢谢收听。咱即摆时间吼，若是台湾12点嘛吼，无咱拍幕啊吼，大家拍幕啊，咱来个即个陈发表教授和陈庆坤教授吼，啊，甲即个台湾的即个台湾教授协会吼，伊所属的团体来个感谢吼。好，安尼吼，那多谢收听。我来谢介绍谢谢谢后大家。礼拜的节目吼。咱后礼拜的讲员是一个文化大学与毕业的学生吼，今年